去年為愛心工程步行籌款，得到各界人士及兄姊熱烈嘅支持參與。籌得嘅善款已為雲南昆明綠勸縣大德村興建一個大水池同埋主水管，又為廣西大化縣700鄉興建隆平小學綜合樓，其餘嘅款項則資助長者之家嘅老人生活費。雲南由於特殊嘅地理環境因素，近年來旱災頻繁，連續超過4年缺水，情況至今仍然係十分嚴重。而昆明市人民昆水量不足全國平均水平嘅1/10，係全國嚴重缺水嘅城市之一。此外，農戶收入低微，人力資源短缺，物質缺乏，人民仍然係過着貧困嘅生活。2012年11月，愛心之旅到訪雲南昆明綠勸縣考察，發現缺水嘅問題仍然嚴峻，所以今年愛心工程步行籌款其中一個嘅目標，就係繼續幫助綠勸縣700鄉地區興建多個嘅水池。本會秉承一直以嚟嘅信念，解決佢哋嘅燃眉之急，幫助佢哋脫貧。基於山區好合適山羊嘅生活，本會將送贈山羊俾每一個貧困嘅農戶。養羊計劃就係成為幫助村民脫貧嘅項目之一。自2009年開始，喺廣東省興寧市建長者之家後，不斷得到各界人士同埋兄姊嘅捐獻。除咗維護5棟綜合樓可以繼續使用外，院內還有養殖漁場，又餵養家禽，並增添咗一個伊甸園地，可以種植唔同嘅蔬果，自給自足。院內都增設咗多個多元化嘅設施，為唔同嘅活動提供相應嘅選擇，使入住嘅長者有較安逸嘅生活。目前長者之家住宿嘅老人有25位，院內面有5位嘅工作人員，照顧長者同埋負責院內嘅日常運作。加上隨着長者嘅年老衰退，醫療費亦增多，未來嘅日子會繼續接收長者入住，故此長者之家嘅運作費用都相應嘅增加。所以本會今年步行籌款目標，繼續為長者之家籌募生活費用，為繼續支持愛心工程步行籌款活動，幫助更多有需要嘅人。有一份愛從天而來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測不透，摸不着，卻看得見。因為有你，因為有我，甘心給，用心愛，把心中這一份愛活出來。耶穌的愛激勵我，敞開我的生命，讓自己成為別人祝福。耶穌的愛點燃我心中熊熊愛火，我們一起向世界播出愛。